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領華旅遊嘅欣啊。成日有團友同我講話想揾個地方食餐勁嘅，住得好啲嘅，但係又驚中伏喎，有乜好介紹？嗱，咪話我唔關照你哋吓，呢個2日1夜嘅純玩團就係專門為你哋呢班團友準備噶啦，只要499，帶你喺大灣區食得好住得好。我哋出發，第一站去邊？順德，出邊魚生大把人食，但呢餐順德魚生家常菜宴，阿欣真係要實名制同你推介。呢間係大灣區首家獲得官方認證嘅魚生食店，一魚一碼，每條魚都有身份證㗎，保證班團友食得放心。你睇下呢啲魚生，晶瑩剔透，配埋花生、橋頭、檸檬葉，撈勻佢一啖落去，爽脆清甜，撈起風生水起。平日喺邊度揾到咁正嘅魚生？嚟到順德點可以唔嚟漁人碼頭？呢度有好多嘅打卡點，仲有好多好靚嘅塗鴉牆，擺翻幾個造型影相真係夠晒坐。玩足成日，係時候翻酒店唞一唞啦。領華今次安排入住26年全新開業嘅廣州 Holiday Inn 假日酒店，同你免費升級住1房1廳。你睇下個廳幾大，想打關鬥都得。再去埋番禺萬博大型商圈，中意買乜食乜自己話事。同埋我哋仲安排咗酒店嘅免費深夜小麵做宵夜，做足 VIP 待遇。第日我哋瞓到自然醒，食完自助早餐，再帶你去金梧桐星級餐廳嘆下40年功力嘅地道粵菜陳揚醉頂格宴。晏晝再去埋大元帥府打個卡，大家就齊翻香港啦。嗱，玩足2日，有齊認證魚生、星級格宴，住26年全新開業嘅1房1廳大客房，咁高呢嘅享受，人均只要499咋，啲位真係報一個少一個。咁正嘅行程，你仲等乜嘢啊？即刻揾領華旅遊報名啦！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